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过来有4个境外病例，大家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今仔开始，金门全唱 KTV 健身房唔免挂嘴烟咯。台海情势紧张，有媒体指出，咱国的海军就针对有派40个军人去关岛的美军基地接受1个月训练。总统蔡英文早起宣布讲，今年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赶快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第5届代表出席。新闻正式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有一个对美国入境的台湾人，有注2档的 AZ 甲2档的 BNT， 也毋过嘛是个胃着病。今仔嘛增加6个人注疫苗了后死亡，莫德纳是有4个 ，AZ 跟高端拢有1个。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本土病例是0，那有4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另外也有是0例的死亡病例哦。第13期哦，会在从明天上午10点哦开始预约哦，是 BNT 的部分。那下午2点的时候是 AD 的部分。接种人口涵盖率是73.77%。那祭祀人口比是107.47%。昨天有新增的82例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那有36例的非严重不良事件，还有6件的死亡跟40件的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未来在就是11月的时候，就这个月哦，我们会针对目前现有的BNT 跟莫德纳的这个到货量来。决定里面有多少会来做混打啊？那这个部分目前还在做最后的一个精算当中。指挥中心昨公布农历过年期间的检疫办法了，部分的民众是会当使用10天加4天的方案，前10天住防疫旅馆，刷来4天会当更替厝内居家检疫。也毋过有专家就讲哦，这是真考验人性。伫厝内隔离的4天哦，有可能会去接触到亲戚朋友哦。若是有症状，嘛无一定会通报来就医，这嘛有可能会真做防疫的空帮。为了响应春节反台人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的检疫措施。除了印度、英国甲缅甸等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者需要待集中检疫所14天，其他国家入境者是会当采取10+4方案，也就是前10天待防疫旅馆，后4天伫厝检疫。不过有医师讲，这是人性大考验，就惊入境者返去了后有症状唔通报也唔体检。民众返家之后，万一有症状，那就可能是人性的一个大考验。那万一如果说有症状出现，那可能会被筛检出来阳性的时候，一定势必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行程，甚至于是出国的行程。此外，也有医师认为，虽然入境者检疫14天，也不过少数的新冠病毒潜伏期是会当达到3礼拜。民众伫春节期间老人就北较直接，若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也是有社区传播风险。感染以后，差不多7天左右，差不多7、8成会发病哦。那7天到14天之间，还有2、3成的感染者，他可能会发病。整个配套措施来讲，我们需要有很强烈的一个查核跟处罚的机制。专家提起，农历春节返乡潮是人流刷顶档的高峰期。伫厝检疫期满进前，需要落实 PCR 采检，此外伫放凉边境管制进前，咱国民众第2剂疫苗注射率需要达到8成，才会当降低病毒对社区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今仔开始哦，真侪所在会当来放零挂嘴暗的规定，亲像浸温泉、唱 KTV 甲健身房。咱来看台东地本温泉区哦，有业者就表示讲，大约已经有5成以上的人客咯。嘛因为5倍券甲国民旅游券哦，游客拢有大大增加。也毋过业者即马嘛是个真认真的消毒环境，毋敢大意。日本温泉区温泉水质全国上好，也毋过疫情爆发了后，浸温泉游客减少。也毋过在1月7日起，浸温泉会当免挂嘴暗，游客开始回流。民众免挂嘴暗享受疫情了后浸温泉的趣味。也毋过民众也是自我保护，保持甲身份人的距离。也有民众认为，也是挂嘴暗浸较安全。泡汤是不要带比较好，还是要继续啦，大家比较方便啦。
虽然疫情管制的国放令，伫本温泉区的业者也感受到游客回流超过5成以上，不过进温泉区的消毒工作也是继续定时消毒，部分共用用品也集中消毒了后才借用。平常的话，我们大概是每1个小时到2个小时，我们都会定时的做清洁。客人如果要使用吹风机的话，我们一律要到我们的柜台这边来借取。业者讲，半年前伫本温泉区的观光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毋过即马政府推出5倍券甲5路券，佮加上疫情北令，互温泉观光旅游佮好起来。也毋过业者也是要提醒游客，除了做好实联制管制进场，也要做好个人的消毒防护，才会当享受浸温泉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海的情势紧张，有媒体报道指出讲，咱国的海军陆战队派40个军人去关岛的美军基地接受1个月的训练，将对台美合作的军事训练方公开哦。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讲，台美军事交流已经维持真侪档咯，外界唔免有伤侪疑虑。外国媒体报道，咱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选派一个加强排，差不多40名军力。去关岛的美军基地接受1个月的陆海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国防部长邱国正正低调，不过也无否认，只敢讲台美交流合作已经真久啊，希望外界唔通做伤过多联想。我们跟北方之间有很多交流合作的啊，这行之有年了，所以有一些层级的互动，这也是当中交流的一环。因来针对陆军司令部今年10月到2025年3月，一开144万代表，伫美国陆军某一个基地组行联络官办公室。邱国正回应讲，长久以来拢是安尼先做。我们有很多采购的，有一些工作人员，他固定住在这个地方，那也是住了很多年，就跟他工作性质有关。但这个不是临时的。对进前总统蔡英文伫咧接受 CNN 专访时阵，第一遍证实美军伫咧台湾协助训练，和中国指控是伫咧扮人。邱国正回应讲，美军是坐台，相关人员来台湾协助训练是分配过来，训练完了就离开，并不是直接派兵驻守伫咧台湾。另外，为了要降低东沙岛和中国攻占的军事威胁疑虑，刘委会主委李良辉讲。一家岛上的雷达系统换新的，在预算书上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希望能够换装一个更好的一个雷达，这个是依照计划在一直持续的在走。要那是不是未来会增派能力到东沙岛？李良辉讲，就要看整体情势，海巡署的兵力是弹性运用，会看情形做机动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宣布讲，第29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的代表，同款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已经是第5届代表出席了。蔡总统强调讲，咱台湾伫9月份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望张忠谋会当争取愈较侪 APEC 的成员来支持咱家台湾加入。搁再来和蔡总统做伙翕相，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第5遍代表总统出席今年纽西兰主办的 APEC 领袖会议，这嘛是张忠谋伫个蔡总统任内第4遍来代表出席。蔡总统表示讲，伫个7月，张忠谋就已经代表伊来出席非正式领袖的开门会议，苏当时针对疫苗还有经济恢复的议题来提出讨论。这边是要甲聚焦伫个后疫情时期的机会甲挑战，嘛强调讲，台湾伫个9月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爱张忠谋来争取更较侪 APEC 成员的支持。台湾的加入 CPTPP 将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的产业连结，强化区域的经济安全。因此，我也要请我们张领袖代表，借由这次的会议，争取更多 APEC 成员。支持台湾加入。这边 APEC 代表团的成员包含行政院政委田振中、经济部长王美花、风机董事长陈准成这的人。张忠谋强调讲，会利用短几分钟的机会，来甲会员国强调咱台湾加入 CPTPP 的帮赞。我会把台湾的争取的台湾加入这个 CPTPP 的实力，在我的每一个领袖代表会有一个6分钟的机会讲他的要讲的东西。因为今年台湾加入 APEC 已经满30周年，蔡总统特别强调讲，
疫后的边境管制会较伤人的美角，就是伫个即个疫苗会当来甲普及，呼吁 APEC 会当煞咧来斗帮助各国摕到疫苗。台湾嘛会煞咧来分享科技防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四大公投案会伫12月18投票，中选会嘛规划5场的公投电视意见发表会。头一场，经济部长王美花会出面，针对海草大的公投来说明政府的政策。今仔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会依照公投法来规定来向国人报告，嘛强调讲，万一咱台湾若是发生核灾，台湾会起一半。12月18四大公投，中选会规划5场电视意见发表会，和正反的双方表达家己的理念。头一场会伫咧11月13起过，反内底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对上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公投北大选是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甲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做正反双方的代表。仁爱海草大有经济部长王美花带头，对上宽团的代表陈宪正。中企核数是经济部处长陈文生，甲公投的代表黄树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是当事人，会照公投法的规定来甲国人报告，而且佫强调讲，万不因若出现核灾，规个台湾都会起一半。所谓重启核试，不但不可能，并且核废料都没处去，万一核灾，一定台湾起一半。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事实状况向国民报告。苏贞昌指出，公投是就事论事，批评国民党把核数变做政治操作。也若是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民进党硬甲反内底甲反美底看做伙。在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我们有义务，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不能让国民党你冲得团团转。莱猪等号美猪吗？请教院长。现在在禁止的就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四大公投对决，政府全力保卫政策，执政党立委带新世代发声相挺，内底的议题嘛引起蓝绿双方一句来一句去。莱猪跟美猪是不一样的，美猪我们吃了20几年了，他们把美猪跟美牛试着要分离，事实上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概念。蓝绿伫公投的议题互相无相让，希望互更较侪人注意到这个议题，会当得到上大的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县市合并已经超过10档咯，也毋过伫本地台中县哦，佫未少以在门牌佫还未换掉。就里长反映讲哦，除了门牌乱糟糟，嘛互一寡外地来的人真歹找咯。台中市的民政局是表示，会逐档拢来编预算哦，来甲这个门牌换掉。台中市大理区的东营路车来车往介闹热，不过台中县区就已经合并较侪档啊，煞阁会当看到20多年前的门牌。这块换了差不多将近84年到现在，84年到现在的话是将近20几年了。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已经有11年啊，不过伫原本台中县区的丰原、海线、甲屯区等等的地区，也是有真侪所在的门牌要被换新的。亲像大理区有袂少门牌，也是写升格进前的大理市。啊，若有的虽然是新的门牌，却是连行政区都无。当地里长表示，旧门牌拢有20年以上的历史，县市合并了后，市府换门牌速度也是无够紧。搞不好这一户是正确的，很标准，可是隔壁那一户就不标准了，还是以前旧的，可能就是有乡啦，哈，有4又有7啦，这个问题可能要相关单位来处理。袂少民众认为应该要统一规格，才会当避免困扰。啊，那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县市合并迄当时需要换的门牌数总共有112万块，总预算超过1亿。目前已经换掉54万块，全市约阁有58万块旧门牌要换掉。我们每年会编500万元处理5万面的门牌。县市虽然合并，但是各个区域里也可能会发生整并，所以其实是用稳扎稳打的方式来做。民政局表示，预算是逐年编列的，一年敢若会当换掉5万块旧门牌，才会造成这款情形。只要有预算，就会赶紧来做汰换。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新北市的市民会甲粪扫等到隔壁的桃园市龟山甲北der所以当地4个里11月份开始，粪扫就爱使用专用的粪扫袋啊。桃园嘛要来提悬检举乌白蛋粪扫的奖金，佮加装20台的监视器要来抓违规。粪扫车台啊，
倒粪扫的民众手内掼的拢是黄绿色的粪扫袋啊，为着要阻止跨县市乱弹粪扫，通知伫咧鼓山区的良华、惠良，甲八德区的大林、大明4个甲新北市交界里实施专用粪扫袋啊试办计划。自11月开始，无用专用粪扫袋啊拢外收，民众也拢真支持。像我们这小家庭的哈，这个用的就会比较凶，因为我们家人口少嘛。好啊，你看这样子都要2天或3天才一个。我2天才有到一次，1个月才顶多10几个啊。还不错啦，因为现在的话，真的倒垃圾的新北来倒的垃圾就没有了啦。为了要阻止龟仔路互人乱弹粪扫，影响环境的卫生，环保局也伫咧4个里加装20台监视摄影机，规工稽查。到阵啊已经翕到2件，是民众骑车甲开车乱弹粪扫情形，也依照监视器以车对人，针对违规的事情，上悬会当罚到6000。已经有发现有外县市的民众骑着摩托车拎着垃圾包乱丢的情况，有找到这个罪证确凿、事证明确的部分那我们也会依据后续的行政程序来做一个开罚。另外，市政会议也通过乱弹粪扫检举奖金的比例，自原本的10%提悬到75%，检举人上悬会当领到3600鼓励检举。专用粪扫袋啊，试办10架宣导机，粪扫量甲顶个月比，试办过的4条清运路线，每工减少3.5吨。跨县市弹粪扫的情形也减少真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区有一栋透天厝有民众检举讲，逐工拢有真侪囡仔伫遮出入，后来发现讲是一间无立案的私人托婴中心。社会局要入去稽查也毋过工作人员拒绝，佫害社工受伤。后来警察来才互社会局的人入去检查，内底有收15个囡仔。社会局是要求讲，马上爱停止营业，嘛爱罚30万。小港区这间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徛伫边仔，无爱讲话。遮受托的人数上多的时阵，一度有15名3岁以下幼童，但业者说是无申请执照。10月27号，社会局接到检举要去稽查，工作人员无爱开门，佫夹伤着社工的手。工作人员的阻挠，然后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夹伤我们同仁的手背，清算大概就大概有15名的儿童，大概是未满2岁到超过3岁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社工手受伤，通报派出所设入去内底，但业者无爱讲因收偌济人。清点才发现，2岁以下幼童3个人，2岁到3岁幼童10个人，3岁以上的有2个。但外观看起来，这间托婴中心无看板，嘛毋是合法的立案。市府要求业者袂当搁收，但11月1号搁去稽查，也是发现有13名幼童。决定要按照因违反着离校法，罚业者30万，而且爱伫咧网络来公告因的名。我们这细汉的呢，做细汉的哦，拢还未读册。是哦。啊，伊安尼差不多偌久啊？哦，足久啊，开足久啊。然后要几十单的有啊。应该就不会，绝对不会，一定是会找那个政府有立案的那一种。离合在时，社会局搁去稽查，已经无人。社会局表示，业者每一个人1个月收13000，比平均的计数上2000块。但是15名幼童，敢若2名无执照的保姆来顾，无符合着比例，嘛无符合安全，还佫有消防法规。除了要求业者袂当搁收，嘛请家长爱签名，确定无要搁送囡仔过去，嘛会有社工伫咧现场来管控。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俊高雄报道。台北市有一间装潢公司，去年互检举违法建管处是开出6万块的罚单，业者亲像找市议员定情，后来这张罚单互撤销。台北地检署暂时约谈建管处一个前科长，甲业者到案说明，后来是以5万块到20万块交保哦，检方嘛以贪污罪来侦办。科长要不要澄清一下？到底是哪位议员啊？这个头毛白西西穿肤色外套的，伊就是台北市建管处姓陈的前科长，伊涉嫌接受议员真情，甲罚单甲撤销掉，检方甲约谈了后，如令交保候传。亲像是有找民代来关心的，就是伊。这头壳顶戴黑色的拍胶帽啊，手插伫裤袋内底，涉案的姓林的业者，伊头壳咧咧，共管去予检方来甲询问。
检方调查发现，讲台北市一间清洁公司伫去年无照规定申请室内装修许可，佮家己动工去互人检举。北市建管处认定讲这是违反建筑法，佮加开6万块的罚单。不过业者亲像去找议员来တင်情，罚单佮免纳。因若建管处姓陈这的前科长这个人，因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问审了后，入令5万块至20万块甲交保。因若检调这批约单的名单内底，并无人去互人点油做记号的议员。其实市政府对同仁的操守一向是从严要求，那这一部分到底有没有在行政上有没有违失，我们这一部分可能还要再做调查。那至于司法侦办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配合办理。建管处表示讲，会全力同齐来配合调查。因若讲行政处的调查嘛会来进行，除了进行检讨，嘛甲这个涉案的当人是毋是有牵涉到行政过失甲赔偿要清楚，会甲交予考纪会来审查。便若是讲有认定有违法，就会来释出行政停处。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病毒疫情伫全世界已经炭烧2冬了。伫11月初1，全球胃着病不幸过往的人数嘛超过500万例。即马嘛是个面对变种病毒威胁，伫欧洲的东部，尤其是洛西亚，最近死亡案例是一直增加哦。这是因为当地民众拢无啥愿意注疫苗。伫俄罗斯一间病院收治染疫病患的病床拢满啦。急诊室的医师表示讲，一天已经接到数10通电话。全球新冠病毒的疫情自2019年12月爆发到今，已经活尾2年。11月初1染疫不幸死亡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500万例。因为疫苗所需，目前全球有数十亿人注疫苗，死亡率已经有较末，400万例死亡数已经让4个月。10月初，全球高一日死亡数伫最近1年来是头一摆降低到8000例以下。不如果为地图来甲看，最近欧洲出现较侪代表疫情热区的红色区域。The global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is now increas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2 months, driven by an ongoing rise in Europe that outweighs declines in other regions. It's another reminder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有家己研发疫苗的俄罗斯，因为百姓无确定的感觉真大，愿意接受的意愿真低。从10月20以来，平均每天死亡人数拢超过1000例。根据当局家己的讲法，确定的死亡数恐惊会更较悬。另外，罗马尼亚甲乌克兰是最近欧洲每天死亡人数上介济2个国家。伫过去1礼拜，都有442到546人无命。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是全世界死亡上介济的地区。不如过从5月以来，这个数字有煞咧减少。捌互疫情升长的美国，伫过去1礼拜平均的死亡人数有1400多人，伫这进前的1礼拜已经下降15%。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昨暗举行参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透过录影影片，向各国领袖呼吁讲，大家爱团结来面对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了后代子孙的未来，爱采取真正的行动。也毋过，中华有不少民众的抗议，批评世界各国领袖根本拢无重视气候的危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伫英国格拉斯哥正式开幕。英国王室成员包括查尔斯甲威廉王子翁仔某拢出席活动。95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健康的因素并无出现，是透过事先录的影片，呼吁世界领袖团结对抗气候变迁，嘛希望领袖甲一切讲法化作是行动。The time for words has now moved to the time for action. We none of us will live forever. But we are doing this not for ourselves, but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and those who will follow in their footsteps. 这届峰会是毋是会当伫巴黎协定签署了后，达成更较具体减碳做回，受到全球关心。受到极端气候冲击的散车国家嘛，希望以开发国家会当提出更较侪资金协助调息。毋过，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是提出碳排放的新实名主义，批评好个的国家强制要求散车国家推动绿色资本主义，剥夺这国家的发展机会。Tenemos que estar conscientes de que los países desarrollados están promoviendo un nuevo proceso de recolonización mundial
que lo podemos denominar como el nuevo colonialismo del carbono. COP26会场外口嘛出现袂少抗议的行动，一对10岁到12岁德国兄妹仔是家己挂伫桥顶降落来，呼吁各国来采取行动，甲升温控制伫1.5度之内，无就是人性的堕落。Humanity is failing. We are failing to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climate crisis.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嘛开彩虹勇士号前进格拉斯哥，船顶有为乌干达、墨西哥等国来的社会人士，因要向各国领袖传达，唔通去失败，要互这届气候峰会达成具体的效果。记者林平耀做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乐乐团红叶合唱团的吉他手最近推出一段动画影片，描写地球的环境受到威胁。有超过50个奥运和帕运的选手嘛，伫影片内底，呼吁各国的领导人爱提出具体办法。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06次缔约峰会期，也就是 COP26，当地苏格兰格拉斯哥积极进行。全球各领域也发声响应抢救地球。英国传奇乐团红叶合唱团吉他手布莱恩梅，就甲全球大学生合作，以经典歌曲《向冠永生不死》作为背景音乐，推出动画影片，描写地球遭遇到环境威胁，呼吁各国领袖伫会议上提出实际作为。COP26, the Olympics of climate summits. We need you to lead us. To show real ambition and courage. Working together to secure the future that we all depend on. 唔但音乐界、体育界也被当结果化，全球来自45国，超过50位知名奥运甲帕运的选手合作翕亲爱的世界领导人影片，呼吁各国领袖打造一个健康佮安全的地球。包括英国网球名将莫瑞、肯亚的灯泡选手基普科技，已经退休的 NBA 西班牙名将加索落出现其中。COP26伫10月31开幕。将一路开会到11月12日，已确定一项会当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新协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对抗全球暖化。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台南林德车头，因为滨高道挖进林德上闹热的中正路，车流量真大。当地民众是讲上下班时间只要火车经过，塞车会愈严重。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已经向交通部来申请补助办理林德段铁路高架化还是地下化的评估研究望讲会当赶紧来解决交通的问题。台南仁德车头挖进中正路的滨高道，差不多每半点钟就有4班火车经过。车头离滨高道搁近，只要火车一到站，规闸就要扛落来。搁加上附近是保安工业区，车流量是非常大。当地民众表示，只要碰到尖峰时段，塞车就塞甲真严重。那个比较到放假，可能就要放到3-4分钟以上。是不是尤其尖峰时间更塞？对，就是只要放起来就会塞到蛮长。这转到来哈，因为家该要涨了嘛，现在我让就是加料，不用自家让针对这个问题，台南市交通局表示，仁德车头当初的设置确实无啥理想，目前只有一边有路，也无后车头。这个滨高道确实是造成塞车上严重的一位。台南市府也经向交通部申请补助，办理研究仁德段铁路立体化的可行性，寻求解决方案。包括了铁路高架、铁路地下，或者是道路立交这部分都是列为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替选方案。仁德车头当年配合沙轮支线建造，伫2014年初启用。台南市交通局也讲，目前已经完成调查基本资料，理清问题，佮有解决方案初步分析等等的内容。稍后等待方案到一个阶段有较明确的成果了后，会搁再对外说明，而且争取中央的经费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望讲，伫2025年，历史人员至少爱占2成台电公司规划要伫大溪设3、4台风力发电的基础，也毋过因为附近有真侪密保，所以对去年的4月份开始，就有一个相关的保育计划，伫4块位设100外个密保的厝，咱做伙来看卖。台湾西部沿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台电将伫大西乡设置3、4部的路由风机。2007年底通过环评，
但台电咧进行环境调查时发现，风机场周围的密布生态丰富。台电为去年4月份嘛启动密布保育计划。本来是一个蝙蝠的栖地，就是很多树林。那我们在这个栖地的附近呢，我设了100个这个蝙蝠的巢箱，让蝙蝠呢能够先迁移到蝙蝠巢箱。我们大概在去年年中开始设啊，以现在经过这么半年来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在蝙蝠巢箱里面大概有上百只的蝙蝠。台电表示，经过半年的观察，今年3月份已经有900只的东亚家蝠顺利在密布处繁衍后一代，后续将将密布的处迁移到距离风机2公里外的防风林，成为新的密布基地。那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现在是繁殖季，蝙蝠很多，那我们当然就是降低它的转速，然后等到蝙蝠它的吃饭的时间大概就是日落后的2个小时到3个小时。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降低转速，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蝙蝠。密布协会表示，风机建之前，帮密布找到适合环境，会当降低对密布基地冲击。至台电就讲，未来风机运转后，过来增设侦测器，以照旅行密布活动的情形降载。以降低密布飞行的风险，达到生态共好的目标。记者为您报道。来看一个住伫台北市的陈先生，去年9月份伫工地跋倒，受伤真严重，后来拢倒伫眠床。去年11月底有领到残障手册，也毋过拢无领到补助。后来发现讲台北市有规定讲，补助只会当汇到某一间银行，也是邮局的户头，这真无方便，互家属真不满。去年9月，人伫棒球工地工作的陈先生意外摔跌伤，经过病院抢救，煞长期爱卡床，就算是领到重度心脏手册，煞领袂到心脏补助，因为伊伫台北市的申请必备条件，都爱有指定行库，也是邮局寄银铺仔才会当拨款。也毋过陈先生无，地书申请书连送拢送袂出去。早起陈先生小弟甲后生找立委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欺负弱势家庭，用指定口座来卡补助。我们这个表单我们送不出去，不是我们不愿意申请，我人已经推到现场了，坐轮椅，然后我家属可以签借协书还不行。陈先生表示，阿嫂甲弟仔原本都领有心脏手册，厝内经济专科按遐一个人，想要到受重伤了后，家人要协助领补助，除了爱有指定的银行口座，也互相关的单位要求，爱到法院申请减负宣告，厝地减负款才会当申请。那安尼来来往往的听书，至少需要半年到1年，根本就是阻碍弱势民众的权益。呼吁政府应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来做协助。救助法跟我们的身心障碍生活补助办法里面其实没有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那就是说可能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就是汇款的动作的时候哦，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配合的一些行库。我们通常都是会联络他们，我们甚至不用开立一些诊断证明书，我们就是由主要照顾的家人提出他自己的账户，用切结的方式就可以汇入家人的账户。对此，北市社会局答应，未来将伫申请表备注，若是特殊个案有啥物款的补助，也会进一步检视相关规定进行修法。社家属也讲，会检讨申请表修正无合理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几档真认真的培养体操选手的艺人瑞莎，伫面册讲到讲，伊带学生囡仔参加全国运动的体操锦标赛哦，发现场地、教练、裁判拢有问题。体育署是回应讲，会要求体操协会全面改善，合国际标准。今年国庆大会，运动体操的囡仔选手，伫总统府头前展现活力甲练了真久的成果。2017年世大运了，全台湾伫咧流行体操。北市乌克兰国家代表队的艺人瑞莎，希望会当建造咱国内运动体操的完善体系，让大家看到囡仔的表现。孩子们很愿意努力，他们每一天都很辛苦、很认真听，很想要学习，然后很棒。今年全国运动体操锦标赛伫屏东举行，有要加300位选手参加。瑞莎伫咧 FB 讲，运动体操做规套才会90秒，无想到讲迄天比赛，选手去比赛场地，敢若一遍40到45秒的时间，而且边仔真侪人，真危险。抑个囡仔练煞了，煞倒伫咧涂骹无叮当，开始流目屎。原来是场地竟然无任何的软渍。
一个比赛时阵，其他队的教练竟然做裁判，互人怀疑分数敢有公平。一个报名比赛名单内面是写囡仔家己的教练，不过到现场教练名单则是甲囡仔完全无关系的人，互瑞莎感觉真奇怪。有了体操的选手，因职业的性命比一般的选手更加低，每一面上场拢真重要。一日大本破无到一天，有16万人讨论按赞。体育事业赶紧做回应，讲场地无够加练习的时间无够的问题，已经要求体操协会确实检讨改善。有关裁判评分的依据、加教练、加裁判资格问题，会进一步了解，确保符合国际规范。未来协会改善的情形会纳入考核加奖补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大考中心公告，明年正月2到23要举行大学学测。甲以前无共款的是，数学分组、数学 A 甲数学 B 哦，考试本底是2天，即嘛是变做3天。高中的校长嘛提醒学生啊，爱先研究好，你想要读什么科系哦，必须爱考对几科，才来决定要考试的科目。明年的大学学测改新制度会把数学的部分拆开，考试的时间变做3天。9月初，大考中心要举办新型学测的试办考试，全国有350间学校，95000多名高三生来试考。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然科的试题明显的变得字数比较多，那阅读也是比较吃力一点。就比如以往可能单纯就叫你计算某个数值，它可能会要你画图，或者去分析说，如果我要去测量其他变异的影响，去练习才有办法熟悉这种题型。素养题无好写，学生也讲爱加做混合的题型，而且明年的学测是把数学变做是数学 A 加数学 B， 考试也对2天变做3天，会伫咧1月21到23考试。也因为报名时间对今日开始到16，真侪考生拢伫咧丢讲，敢要数学 A、数学 B 拢考。比如说你想念的是台大、清大。它校系如果采集的数 A 数 B 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就可以考虑说，我也许需要做跨考。可是如果你想念的校系确实只有采集某一个数 A 或数 B， 就不用那么辛苦。本地市数学老师的郭校长强调，数学 A、数学 B 有7成的内容拢是顶塔，不过数学 A 较深，若准想要读的科系，伫个人申请拢是参考数学 B， 就唔免去考数学 A 啊。根据着真选会统计，明年个人申请采纳3科的是上济，就占42%，会当依照大学要读的科系来做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甲中研院组成的团队发现一款超音波对治疗脑中风所引起的血管性的失智症效果袂歹哦，会当来刺激神经细胞，造成神经再生。这个研究成果嘛已经刊入国际期刊镜头咯。对影像资料会当真明显的看到，经过刺激的神经细胞，青色的部分开始被活化。拍破过去学界拢认为大脑无感应神经，袂对外部的刺激产生反应的传统观念。一直到这个组织的层级再往上到的这种动物的实验，发现了某种的细胞受体，然后受到激发。那这些细胞受体激发以后，产生了后续一连串的这种生物的反应。那这些生物反应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经细胞的再生。研究团队探索微能量超音波伫咧治疗脑中风所引发的血管性失智症的可行性。自细只鸟子活体加离体超音波刺激实验。运用能量无够超音波影像装置1/10的刺激条件，就能有效的活化，并且调控细只鸟子大脑的神经细胞，甚至还佫观察到神经再生的现象。这种成果让团队真欢喜，因为脑中风是个人死亡加重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所引发的血管性失智症，更加是造成真侪家庭照顾加医疗的负担。比较常用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量够高、聚焦的超音波，可以把我们不要的东西，譬如说脑瘤，把它烧掉。那我们这次做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用一种非常低能量的方式，它只影响脑部的功能，也可以选择性在某些部位，可能打开某些东西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促进很多细胞的一些变化。顶多就是用一些药物，然后避免再度发生中风。但是对于这样失智症，事实上没有任何药物有效，那该细胞也是有它的潜力，但是还没有能。事实上，用一个物理的能量会是一个新的领域。在科技部的脑科技发展加国际药性计划中，由台大中研院等单位组成的跨领域团队，
这么得到微能量超音波刺激神经再生的研究进展，相关的成果也刊伫咧国际期刊。目前也正伫咧评估要进一步运用到临床的治疗，希望会当为更加侪患者带来治疗的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的高溪有地龙，因为今年的顶半年科荒严重，地叶的收成真歹，所以决定要甲本地要做乌龙茶地叶，摕来改做红茶哦，望讲会使来减少损失。今年顶半年，台湾西半部的雨水量是挖北50年来上少，这县市严重枯旱，云林高溪的地也因为欠水，地叶的生长和收成受到真大的影响。一位地龙黄东山因此变巧。将原本要做乌龙的地叶，改摕来做红茶。它吸收偌济，你感觉？它吸收一半啊。就是遇到干旱啊，遇到干旱，然后茶叶都失收啊。有些是这边一撮有长，那边一撮都没有长啊。后面这里才长出来，是想起才是把它用来做红茶。伫地叶市面上，乌龙茶的介绍和销路拢相对较好，不过制作的过程也较高工，考虑成本的关系，爱达到一个数量才有法度做。今年因为欠水。地叶的收成减少，地龙黄东山将地叶做成红茶试看卖，也加在效果袂歹，做出来的红茶有乌龙的清芳，也有红茶的甘。伊这敢若属于阿文较好啦，敢若较重底啦。花甘嘛是。嘿，花甘嘿。用这乌龙吼，来做红茶吼起来吼，伊的阿文啦较好，较有迄个芳，水啉起来较甜啦。地叶的生长是真看重天气，若是有接落雨地就较酸涩，若欠水就影响收成。黄东山即届因为枯旱，将地叶对乌龙改摕来做红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度过今年气候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一州的五处社区哦，最近推出亲子做菜课程，让家长甲囡仔做伙来做布红仔，大家是拢学甲真趣味。小朋友真细致，甲线穿过针，有爸爸妈妈伫边仔斗相共。一步一步做伙填布红啊！带小孩子来参加，真的可以增加亲子关系。小孩子很少在家会动手做，爸爸妈妈现在平常也不会碰，假日也不会碰这个东西。小孩子动手做，比动山西来得好。南投集集的五处社区特别举办亲子手作的裁缝课程，让囡仔甲家长做伙来填布红啊。过来创客教育是愈来愈实行。创客教育就是一种透过实际行动，甲想法表达出来的教育方式。亲像这个手作的课程，让囡仔实际去动手体验，发现问题了后，家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最主要的是在南投县的各个乡镇里面去推广儿童创客科技的教育。因为现在小孩子说真的都太幸福了，连纽扣都不会缝啊，让他知道针线怎么穿、怎么打结，自己纽扣掉了还可以自己缝，不用麻烦别人。现代社会囡仔是愈来愈惯使用科技产品，这个课程除了让囡仔学提物件，透过针线的使用，培养囡仔的耐性甲专心，也让亲子关系透过活动更较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将近300栋历史的嘉义中部49庄保安宫哦，去年开始进行在地文化调查，嘛专工邀请剧团甲在地艺术团队做伙来演出因发现的地方故事。国小的囡仔处处客语歌谣，嘉义县中部乡49庄保安宫结合剧团布袋戏歌谣，演出在庄生命的故事，传承中部当地的宗教文化。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客家人几乎在2、3代都不会讲客家话，那借着活动的演出，让小孩子回去也会想说，我要这个客家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在客家的一个精神部分，其实会从一个信仰部分来做一个着手，然后结合这些客语的一个部分的学习，其实是让孩子能够生根在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49庄保安宫有将近300栋的历史，是中部地区的信用中心。为着要让少年人入捌故乡的历史，庙方甲中部乡公所合作，我们找学者调查，搁请剧团甲调查的结果编剧，欢喜给囡仔看。我们请了云科大的一个老师来做一个田野的调查，那主要就针对我们49庄这个保安宫，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很久的一个历史文化啊。那因为它从清朝的时候康熙就有了。因为49庄的表示讲，伊当时它管辖的区域有49个村庄，
就是包括中埔乡、阿里山乡、大埔乡三个乡啊。公所表示，这届演出除了有儿童剧团，嘛有请在地技术团队甲学校做伙来演出，希望保存地方历史，嘛增加囡仔艺术文化的学习。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新闻影业协会举办的台湾新闻影业比赛，今年对2000多件作品竞出143件得奖的作品哦。环送中蓝铁动线顶新闻事件，记者伫新闻的现场，拢有一寡真特别的观察，咱嘛做伙来看卖。画面当中，一领黄色号码，一阵香港民众头咧咧对倒一位伫反送中运动内底跳楼自杀的市民。这是台湾新闻摄影大赛的年度最佳新闻相片。他用一个高角度来拍，那个象征意义非常强烈，那样的一张照片，给人看了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想象的空间，然后会让观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蓝铁动线的上尾一号是黄春香因兜，伫咧强制跳图进前，黄春香伫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头前开车口。联络军讲，这件作品甲黄色号码迄件，互评审团是真乌决定啥人是冠军。现场的情绪做了很精准的记录，而且也很有象征意义。事件的代表性跟张力可能稍微强烈一点点。记者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很难有机会可以停下来思考、反省。那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一个自我检视，与同业互相切磋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摆2000多件作品参赛，143件得奖。联络军讲，希望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全面做较快，嘛透过展览，互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大家互相观摩，提升新闻摄影的能力。记者郭冠水台北报道。来看动物界的大名车，伫托尼基伊斯坦堡的大众交通工具，有一只拢会家己来坐车坐船的黄色狗仔哦，坐甲乘客拢熟悉伊咯，伫当地是真出名。对乘客上渡船，先伫咧边坐一个看风景，结果入去船舱内面找一个舒适的所在坐落。伊斯坦堡这只流浪狗真巧，会晓坐车坐船。2个月前，有人甲伊坐电车的相片传到社群网站了，要有更侪人传伊伫咧城市无同的所在、无同的日子坐公车或者是坐渡船，互伊变做伊斯坦堡上受欢迎的网红。当地通关族大家拢知，有一位体育的护士拄好拄到，过去所以的头甲伊做阵翕相。Ama daha önce internette görmüştüm. Karşılaşmak da güzel oldu. 这位先生讲，拄好伫咧渡船顶拄到伊，真意外。Hemen tanıdık tabii ki yani daha az önce izlemiştik. Yani güzel bir şey sokak hayvanlarını bu şekilde görmek aramızda. 尾后有人甲这只狗号名叫做波吉，一个替伊设推特号码，因为伊真受欢迎，当局也注意到，就伫咧伊的身躯顶放晶片，追踪伊行的方向。结果发现，伊一天会当行经过29个地铁站，伫后亚大陆之间来来去去，有时会超过30公里。Well, I believe he loves Istanbul, and he loves to travel, and he obeys the rules. When the door is open, you have to let the people out first. He knows that rule very well. There are yellow lines at the entrance of our train doors, so he waits out of the lines, just like the other passengers. 波吉伫咧伊斯坦堡真受欢迎，敢若是变做一个歌声的代言人，也证明这个城市对流浪动物真友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亚马逊树林这几冬哦，常常灰色山，树林的面积减少真侪，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嘛减弱真侪哦。有一个巴西的艺术家就针对这议题来创作，望大家来关心环境哦，来嘛做伙来看卖。伫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有一栋公寓的外壁，用乌白两色画一幅正大幅的图片。是为一位消防员徛伫咧和大火烧的亚马逊雨林，看到远远的所在，为这幅图片的原料是亚马逊雨林大火了留落来火甲炭。Para ver com meus próprios olhos, para sentir, ver a floresta queimando viva, ter contato e já com essa ideia, porque eu sabia que o carvão é pigmento natural muito forte. Então eu sabia que daria para fazer tinta. 亚马逊雨林本来当吸收大气的温室气体，
减缓气候变迁，最近这几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伊吸收的量。当地森林大火每年产生差不多15亿吨的二氧化碳，一若雨林的生长只可能让减少其中的5亿吨，大气内面依然有11亿吨的二氧化碳无被吸收，相当是日本一年的碳排放量。另外，野火也造成当地1万多种的动植物面临绝种的风险。希望这帮用雨林野火火所为坐标，会让让人类真正来关心地球的命运。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